大家好，我係主播子晴。呢週法庭重點新聞有：黃昏戀傳奇，轟動全港嘅可伯何太反目成仇互毆嘅官司，可伯承認有意圖傷人罪。到判刑前，佢突然申領法律援助處理。法庭尊重可伯權利，但勸佢唔好三心兩意，將案件押後到下月7日先判刑。另外，開辦同行搬屋嘅攬炒派天水連線成員前元朗區議員林俊，因搬運公司貨物阻塞工廈走廊，妨礙逃生，遭法庭判罰款2500元。可伯何圈同何太葉受定嘅黃昏戀曾經成為全城熱話，其後兩人為愛反目，涉互毆，雙雙惹上官非，同被控有意圖而傷人罪。當中，何太早前已經表明唔會認罪，其案件已排期於明年2月開審。至於可伯試圖用折刀刺何太嘅案件，佢喺上月於區域法院承認有意圖傷人罪，還押至6月3日判刑。喺判刑前，可伯突然申請法律援助，法官表示尊重其權利，但勸告可伯不能朝秦暮楚、三心兩意，最終將案件押後至7月7日判刑。可伯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外出，法官李素蘭聽罷其陳詞之後，隨即駁回申請，可伯需繼續還押候判。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JPEX 懷疑詐騙案，警方至今起訴27人，法院早前分拆成多宗案件處理，其中涉及網紅林作、陳怡（真名陳詠儀）、雙雙（真名梁以雙）及藝人鄭俊熙等8人嘅案件，日前再喺東區裁判法院提訊，法庭應控方申請，將案件押後至今年9月17日再訊。期間，其中7名被告獲准以原有條件繼續保釋。另首被告鄭俊熙亦牽涉另一宗洗黑錢官司，被控4項洗黑錢罪名，涉款達1847萬港元。案件押後至今年9月17日再訊。開辦同行搬屋嘅攬炒派天水連線成員前元朗區議員林俊，被指舊年10月喺葵涌一工廈嘅公共走廊，下午2時許，高級消防隊長及高級消防隊目喺案發地巡查時，發現一個1.2米長、闊高嘅貨物阻塞工廈走廊，導致逃生路線僅剩0.2米闊。經調查後，發現該貨物係於該處開設搬運公司嘅被告放置。喺警戒下，被告確認該件貨物放置喺該處已有1至2日。消防處遂票控阻塞逃生途徑罪。林俊日前喺西九龍裁判法院認罪，法庭認為適合以罰款方式處理案件，判處林俊罰款2500元。一名案底累累嘅男子，舊年9月尾隨一名綠唇婦人進入大廈，並喺走廊強行搶走對方一條價值近4000元嘅金頸鏈，但因佢喺逃走時遺下手機，遭警方憑手機內線索尋獲拘捕。警戒之下，聲稱因自己喺案發翌日生日，佢為咗請阿媽飲茶及令家人開心才鋌而走險。該男子日前喺區域法院承認一項搶劫罪，法官陳廣慈直斥被告自稱孝順仔，實質令父母傷心，但考慮到佢認罪且能起回失物，最終判佢監禁2年。呢週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，下週再會。